英年早逝，都是你这个丧门星给害的。你为何还活着，不给我儿陪葬？难道你要改嫁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公婆已死，你无需殉葬保民节。我给你个去处，那里今后由你掌管，你只需定期为我提供一些资源。大人放心，别人呀都是些国家不管不顾的寡妇，就算是死了，也没人在意。这件事儿就交给妾身来吧，保证神不知，鬼不觉。是你之子，大人想收说谈何容易？那些女子没了去处，再审便是。没错，我们将这些假死的女子卖出，是照样赚得盆满钵满。为何骗我？为何骗我？为何骗我？为何骗什么东西？我错过，我没有。果然被下药了。没有，既然他跑了，难道会遁地不成？你们真的打算为了所谓的冥界，困在这个鬼地方一辈子吗？难道身为女子就有错吗？你们回答我！你若真有脸，你睁开眼睛看看他们！你为了自己的冥界毁了自己的一生，你现在还想让他们像你一样痛苦？莫非这就是你想要的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你根本不配放手！生不就此，请归其日。大姑娘，为国家消耗一生的你们，本该为冤屈人。取你的清贵，取你的日常，取你的为女子冲锋一生的枷锁和穿越枪！我不！赵姑娘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无论他们做出什么选择，你的出现一定会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记忆深刻的。快看！你诱骗那些守寡的女子来此，然后挑选合适的目标，制造假死，再偷偷把他们卖掉。你究竟把他们弄哪儿去了？起初送给救我的那个人，我从来不敢过问。后来不知为何，他不再要人，也是团练、古氏找了其他门路，一切都是他二人经手，我只是负责打掩护和安慰震慑他人。你之所以要告老还乡，也是因为那2具尸体死于非命吧？不是，我们的行径一直隐藏得很好，可毕竟丧尽天良，早晚会遭到报应。果然，团练、古氏都受到了天谴。我怕我再待下去，我也会变得成天把天谴挂在嘴边，恫吓别人，结果自己才是最怕天谴的那个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之所以做那些事情，就是因为我想活下去。你想活下去，
那些被你坑害的女子呢？她们现在可都生不如死。你也曾经写信对那些礼教丧民，却还在利用这些东西残害他们，愚弄世人。我真恨不得杀了你！秋月，你先回县衙，明天带人来收尸，这里我负责善后。顾姐姐，我可以，我真希望没有见过你，至少不是在这种鬼地方。希望你下辈子不要再这么悲苦。进来吧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你是何时发现我？从我对比了烈女衙所有指纹，却一无所获时，我就有所怀疑。肯定还有一个人藏了起来，而那晚我绝对没有看错，所以凶手就是那个看似没有四肢的人。我入住那晚和女官出事那晚，我和秋月都追丢了，你就是利用自己的身高藏了起来。什么东西？想必你也是用了这一点掩人耳目，杀害了古氏和团练。而现场的留下的圆形血痕，就是你脚上的高跷留下的。他们该死，只可惜被你们破坏，不然我就大仇全部得报了。不过我猜，你应该不是为自己报仇吧，而是为后山某座空坟里的主人吧？错，你莲花正是被他们所害。我因患病，身材矮小，形如孩童，受尽了欺凌，是银莲帮助你。摄真人证。走开！干嘛？你这么小的孩子，你的爹娘呢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以后我便是你的姐姐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他男人刚死，公婆就把他送到烈女衙去了，说是要为他守福守节，其实是怕他分家产。我打听到了烈女衙所在，一路要饭，只为见到银莲。只在路过后山时，银莲被人割了舌头，手脚筋断不成人样，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我一眼就咽气了。所以你躲在烈女衙，为了找出真相。苍天有眼，竟然被我发现，他们正是害死银莲的元凶，我怎能放过？这次
要找个温驯听话的，可别像上次那个，一醒来之后又哭又闹，是死不从。被买家打死后，还要我们帮忙处理尸体，切记小心，千万别东窗事发。他们又不是不知道那些女子的来历，闹大了同样有罪。还有你也是，下次吧要下猛些，别在路上醒了就行。大人放心，这一切包在我身上。哎，那你记得别太过分，万一死了，我们也拿不到钱。哎，大人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来，请。贱蹄子，看见你我就烦。别在我眼前晃，别耽误我发财。回来我再收拾你，滚！这就是凶器吧？你还挺别出心裁的。他该死！他不但贩卖了包括银莲在内的那些女子，还虐待儿媳谷雨，简直不是人。至于团练，他同样该死。你婆婆这些年攒了不少钱，她人死了，但钱还在。说她把钱藏在哪儿了？难怪你婆婆骂你是个贱胚子，再不老实，我把你送到后山去！圣女，那你为什么要杀谷姐姐？她是无辜的，她那么可怜。不，她没有杀死谷雨。那几个人贩卖女子的手段是制造假死，方法就让他们服用一种精神麻醉药，而这种药剂少量能让人产生幻觉，症状就像那晚的女官一样。所以你也利用这偷来的药剂，让古氏和团练自食恶果。但这药剂一旦加量，就会让使用者产生假死症状。不过，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唤醒他们，那使用者就会真的丧命。所以你就利用这一点等我现身。可如果我不来呢？一个能为朋友不顾一切、报仇雪恨的人，想必一定也不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。你之所以让谷雨陷入假死，也是因为想用同样的方法让他离开这里，所以你不可能不来。至于你挟持柴姑娘，也是想从我这里换回谷雨，对吧？谷雨她实在太可怜了。你来那日，
我就觉得你不简单，所以才偷看。果然，我唯一的悔，便是没能完成这一切。对不起，银莲。小花不要！柴姐姐，你是个好人，你知道吗？自打我来到这个鬼地方，从没见过谷雨和大家像那天那般快活。还有你昨晚在这里说的话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小花，住手！啊！这种药能让人假死，但是有可能真的就醒不过来。我才不会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呢。婆婆自我守寡以来，一直控制我，虐待我，逼我守节，稍有不顺心就得毒打我几天，天天日夜做指掌。小花来找她复仇，也是解救了我。谷雨姐、柴姐姐，还有银莲，你们都是这世间顶好的女子，为何都如此命苦？尤其是银莲死的那般惨，我每晚都能看见她死在我面前的样子。也许银莲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尘埃，但是你见过她最美的样子。不如你说说看，我画给你。既然事情都解决了，那为什么他们还不走？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这里也许是座监狱，但外面对他们来说，何尝不是牢笼呢？如果他们遵从自己的内心做出选择，也许这里会变成世外桃源呢。这是我答应你们的，我没有食言。记住，一定要活得漂漂亮亮的，别让我失望。银莲，或许下辈子你我还会再相见。到那时，我会继续守着你，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。都解决了。嗯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果然你们俩才是心有灵犀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既然结案了，当然是缉拿凶手归案啊。哦，我忘记跟你说了，凶手畏罪跳崖自杀了。啊，是。哎，你别看了，都摔成肉饼了。说到肉饼，我早饭还没吃呢，领导请客啊。柳川如此有才能，埋没岂不可惜？看来必须给他一个让朝廷重用、大展拳脚的机会，才能为我所用。
荧惑亲紫薇，天士元动荡，勾陈移位，虚借那座朱雀衔接之地的血气定性。紫薇心下，皆是龙子凤孙。朱雀门中亦是官家中人。秦公公正将一双手掌伸向禅月秦姑娘那玲珑有致的身子。就在此时，突然传来一声断喝：“住手！”只见来人眉宇之间透露着英武之气，相貌堂堂，气质不凡。来人正是应天府仵作柳川柳公子。说起这个柳公子啊，大家应该都不认识。自从这柳公子给涂小姐说书这个点子，这宝月楼的生意可是越来越火了。现在的柳公子真是无人不吃，无人不晓啊！少爷，柴姑娘，今天的炸薯条、棒棒糖，还有少爷新研制的果茶饮都卖光了。看见了吗？这叫名人效应。以后找我代言的商家要从这里排到法国了。你说女官在地牢里自杀了？当初救你，又让你在烈女崖为我挑选适龄女子试药，可你却贪心不足，私下搞贩卖的勾当，有今日之下场，真是咎由自取。本来想从他那里得到药神会的线索，没想到他居然挂了。你怀疑烈女崖那些女子都和曲大友一样被送去了药神会试药？根据女官交代，让他做事的那个人跟曲残口中的药神会很相似，而且制造假死的麻醉药，其中的成分也和骷髅草相吻合。后来随着药神会的覆灭，试药就中断了。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我觉得家王让我调查此事，不只是因为他跟古尸有渊源，反而跟药神会有关。家王是当年剿灭药神会的最大功臣，有救驾之功，所以他这个原本的闲散王爷才因此获得太后重用。如今药神会有死灰复燃的迹象，他自然会重视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看我眼神怪怪的？哪里奇怪？如果女人这么看我，一定是起色心；要是男人吧，就是这种眼神。刘兄，我刚从宫里回来，就专程过来见你。怎么，要给我赏金吗？宫里出事了。师叔，这宫女是德妃宫里的，昨夜突然暴毙，宫内人以为突发恶疾，并没有在意。王爷，王爷，这一切都是臣亲眼所见，这就是那阎王爷留下的生死簿。臣已禀明陛下，可陛下忙于新政，根本无暇顾及，只说这种繁琐的小事，太后擅长处置。哼，这个皇帝还挺会阴阳怪气的。刘兄，师叔，这宫女的名字确实在此之上。
王爷，昨夜臣夜观紫微星，发现有一团黑烟云绕，还有那么一小条血色裂缝。要我看呢，这不只是1、2条人命就能解决的问题。要我说，这生死簿上所有的人都将……师叔，我曾经也听过谣传，说宫内有人曾在子时见过阎罗殿。那柳兄，这次要麻烦你了。朱砂死后被人用笔点在眉心，眼眶周围有淤痕，面部肿胀，颅内压增高导致面部充血，结膜有点状出现。初步判定死因相同，都是在这里。有些似曾相识。我最不希望看到的，就是出现同样的情况。来吧。果真一样。都是中毒所致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此事与生死簿无关？但跟骷髅草脱不了干系。骷髅草？难道是药神会的原因？当初圣上就应该把药神会一并歼灭。只不过药神会波及广泛，再加上当时皇恩浩荡，推行新制度，此事便不了了之了。看来家王对新政很有意见。圣上志向远大，我这个做臣子的自然不可能不支持。只不过，有些事要分轻重缓急，欲速则不达。你们还是速速与我去宫里面见太后吧。大惊小怪，漠视了你贵妃的尊严。这宫里的哪天不死人？可臣妾害怕呀，那人就死在臣妾殿内。怕什么怕？既然皇上要施新政，日理万机，龙体欠安，由哀家代其行事，那这后宫就绝不能乱。启禀太后，微臣负责赈灾，又要安抚对新政不满的朝中重臣，这才没空管宫中之事，请太后处置。朝中百官因新政争执不断，还好有你居中调停，也是辛苦你了。为了圣上和太后的江山社稷，微臣万死不辞。依家王所言，这是把所有事情都归咎于皇上实施的新政喽？本王忘了，大人就是因为支持皇上和王安石的新政，才一点点从内阁爬上来的。怪不得如此。哼，难道大人是想让本王像司马光和苏轼父子一样，因为几句肺腑之言就被大人做文章而因此入狱吗？下官不敢，只是家王向来同情反对皇上新政的逆党，下官只是担心，若是此事又是别有用心之人为反对皇上新政而妖言惑众，敢问家王能否秉公？好啦，新政，哀家都听烦了，两件事先不要混为一谈。案情调查的怎么样了？禀太后，已请来皇上御赐金刀的柳川前来见面。薛安。哦，天哪，天哪！这位姐姐居然是太后殿下！来了，姐姐，你放肆！
在下实在是太震惊了，所以才有些失态。太后姐姐容光焕发，皮肤紧致，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哪位公主呢。如果姐姐你把你的护肤养颜秘籍公布出去，那整个大宋下至16，上至60，那女人不得抢疯了？果真如此，太后自然严压后宫。哎呀，刚才叫你姐姐，都怕把你给叫老了，真是死罪死罪。你倒是会说话。我也是有感而发嘛。柳川，哀家也曾听闻你连破几起大案，曾能与卓然王爷相似，连顾侍郎对你也是推崇有加，家王也是十分赏识，连皇上都御赐你金刀，你好生威风。哎呀，太后过誉了，圣上慧眼识英，那肯定是遗传了姐姐的优良基因呐。启禀太后，柳传已经发现了一些线索，疑似与药神会有关。药神会？药神会当年本来就没有铲除干净，如今有死灰复燃的迹象。柳传和秋月的案件可以证明。宫里的这起案件，和我之前见到的几名死者，确实都是由骷髅草研制的毒药导致身亡。骷髅草本就是药神会所供奉。当年剿灭药神会，还江山社稷安稳，你是守宫之臣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太后，太医院刚刚传来消息，暴毙了一名太医，微臣确认过了，他的名字也在生死簿上。太后，此次看来来者不善，而柳川要与药神会有交道，不如就让柳川助本王一臂之力。准奏，柳川，哀家命你入太医院，3日之内研制出应对之策，不得有误。太后，万万不可呀！柳川是圣上御赐的金刀仵作，他应该不会是你们口中反对新政的逆党吧？由他负责，应该没有异议了吧？微臣没有异议。家王留步，哀家另有事情相议。你竟然也会有这一日？干嘛？瞧不起我？我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唉，是啊，跟做梦似的。从小小的应天府到现在的皇宫太医院。师叔，您的手段太高明了。不就是最基本的毒性检测吗？你也不难做到。哎呦，不只是这个，还有您把太后哄得心花怒放的手段。女人嘛，就是喜欢听人恭维。更何况，你以为太后真那么好哄啊？就被我几句话就说服了？大侄子，你除了查案、人情世故，这事一点都不懂。小之愚钝。这件事情的背后，围绕着新政斗争。头一个反对的就是太后，而家王就是给他办事的。而那些支持新政的，自然是皇上。他们母子俩不好直接撕破脸，所以太后不会把这件事放大。至于这2品高官，话稍微有点不慎，就会被人拿出来大做文章。反而是我这种两面都不搭嘎的小人物，最适合派上用场。师叔字字珠玑，小侄受教了。别看太后现在对我笑嘻嘻的，3天一到，要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，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拉去当垫背。想不到你竟然把朝堂局面弄得这么明朗。哎，就是学过点历史。既然这样，那还不赶紧想办法？我看你是比太后还着急。不过这次多亏了家王，你才能得到如此大力支持。你说他是不是想让你当妹夫啊？他要是有其他妹妹的话，我就忍了。那位，哎，说来就来呀。柳川，你来干嘛？这些呢是王兄让我给你带来的。
这些是王兄当年剿灭药神会时缴获的，说可能会对你有用处呢。哇塞，这么好东西，怎么不早拿出来啊？王兄说这些都已经归入大内密档了，你先前身份过低，没有办法染指，但如今有了太后的特许，自然就没有那些禁忌了。行了，下回请你王兄去泡吧。还有我呢。哎呀，走了。不用演了，一看就知道是同样的死法。难道真是药神会出现？可他们现在在何处？顾大人，您怎么了？因为他的名字也在生死簿上。我原本也是不信的，可现在我不得不信了。真的只能等死。没用的东西，你师父这么教你的？那他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恩师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就给我站直了。我跟秋月在宫里做事还是不方便，还需要依靠你。如果你都没了斗志，那这下才是真完了。是啊，顾大人，现在除了柳川，只有你的技术能和药神会对抗，他需要你鼎力协助。我明白了，不就是死吗？就算死，我也不能给恩师和师叔丢人。这才是我大侄子。顾大人当然不可能是药神会的人，只不过在这本生死簿上，奉圣谕，宫内所有在生死簿上之人都将严格看管起来，任何人不得例外。还好二位不在，否则要跟他一样。你这是奉谁的意？你把他关起来，谁帮我破案？你吗？事到如今，这还有哪门子案可破呀？我劝你们清醒一点吧，以免沾惹什么厄运。区区一介凡人，怎么跟阎王作对？我问你，这是谁的命令？当然是圣上、太后，还有我。柳兄，我也是为了社稷安稳，才不得已出此下策。现在必须要按照生死簿上进行严密集中监视，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幕后黑手。走。柳兄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已经从宫外把我的亲信都叫来了，他们个个不低于大内高手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把他们都关起来，不只是要抓住幕后黑手吧？家王留步，哀家另有事情相议。圣上痴迷新政，对其他事情一概置若罔闻，朝中也尽是阿谀奉承之辈。现在只有你和哀家是一条心，哀家这就赐你替哀家行事之权。可最后万不得已，只好舍弃宫中生死簿上所有人，用他们的性命换紫微星的安定。谢太后。那不是放任他们去死吗？按照太后的意思，牺牲几个人，总好过他们乱起来。他们这么做，估计也于事无补。柳川既然已入宫入局，那就只能深陷其中。这样一来，那件事就可以顺利进行。我达成夙愿，指日可待。启禀太后，微臣已将生死簿上之人全部看管起来，但是仍有一些太监死于非命。家王辛苦了。
果然没有辜负哀家对你的信任。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娘娘睡得着，可那些被关起来等死的人怎么办？那也是他们的命。那么多人，怎么能任凭他们自生自灭？那又如何？他们的死能换来天下安宁、皇权永固，有何不可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娘娘给太后出的邹主意，邹长刮肚的好主意呀！你可真棒，给你点个赞。人的身份确有高低贵贱，但生命是平等的，岂能随意牺牲？大胆！太后面前，岂容你说出如此大不敬之语？这丫头如此敢言，有点意思。难怪和这小子配合默契，相辅相成，连破几桩大案，也算是世上少有的奇女子。太后谬赞，这世间比我优秀的女子何止千万，只是下官幸运，有机会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罢了。是啊，世上多少女子从出生起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你能这般随性而为，哀家也是有几分羡慕。也罢，柳川，你说说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回禀太后，根据下官的观察，每6个时辰就会有人丧命，现在关起来反而是好事。哦，你有办法？不妨让我试一试。是，如此事关重大，岂容你儿戏？哦，那娘娘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德妃啊，你平日里伶牙俐齿，但是斗嘴，你却斗不过这个小子。那你说说，你要如何试试？由于涉及到专业的病理和病毒检测，我需要一个人协助。何人？顾正言。母后万万不可！那顾正言也在生死簿上，他分明私下与顾正言交好，想要私放。万一因为少了一个顾正言，导致紫微星不稳定，那岂不糟了？有家王和他训练有素的护卫看着，谁能跑得了啊？家王，一切听太后旨意。你命好，有个关键时刻能坚持跟你站在一起的人，敢为了你跟德妃叫板。太后姐姐，秋月不仅是在下的伙伴，也是生死相托的知己，更是我愿意全心全意、一生守护的人。秋月，哀家赐你令牌，可以在宫中随意行走，以便随时向哀家禀报案情。此外，哀家也想听听你做捕快的奇闻异事，以作消遣之用。下官遵旨。想必啊，你也是宫中的老人，这些年攒了不少财富吧？你说这阎王都过会索你命来了，这东西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。哎，你说这样，把它呀交给我，临死之前呢，我让你吃顿好的，不然的话嘛，都在我家屋后的榕树下呢。去！这么年轻漂亮，死了太可惜了。不如便宜大人好。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这般胆大妄为？就不怕圣上和太后怪罪吗？这不是顾大人吗？什么？太后、圣上？哎，你说这太后、圣上，这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觉得他们还会管你们这群将死之人吗？我师叔肯定会化解此劫。哎呀，阎王要索命，谁能化解得了？我劝你啊，别白日做梦。哦，顾正言，平日里你自视清高，今天我让你跪地求饶。来，你。哎
哎呀呵，我怎么不服气？告诉你，你跟他们一样，不管你之前怎么样，今天落到我手中，我就将你轻易拿捏。哦，对了，同情这老太监是吧？行，那我就把你变得跟他一样。你敢？裤子给我扒了！是。住手！师叔，让开！师叔，还好来得及时。我大侄子跟大侄女还在吗？啊？刘川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来这儿撒野！来人，拿下！来人！上！奉圣谕，任何敢在皇宫捣乱者，格杀勿论，拿下！你真拿鸡毛当令箭了，领导。遵太后懿旨，特许顾正言协助柳川，即刻解除看管。另外，其他被暂时看管之人务必有待，有挟私者，重则不饶。哎！好啊，你个小小的捕快，竟敢假传太后懿旨，令牌是假的，拿下！我看谁敢！真的是啊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来吧，老弟！自打我进宫，还没动过手呢，走！给我砍死他们！参见太后。太后。柳川，人已经放出来了，接下来你该怎么做？回太后，检查所有人，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检查。你这么有把握？试过才知道。当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等死吧？我想太后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我自有办法能找出作乱者。哼，说的倒简单，生死簿上那么多人，你要查到何时？刚才是哪个瞎了狗眼的说太后的令牌是假的？哼，每个人我只要看见就行，耽误不了多少时间。太后，无论如何，请让柳川试一试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呢。更何况这样下去，难免不会人心浮动，引起更大的混乱。哀家给你的时间不会太多，你抓紧吧。家王，你配合他就是。去，把人都召集到院子，不许粗暴对待。是。柳川，希望你不要辜负哀家对你的信任。哀家乏了。启禀太后，监正大人他被杀了。啊？什么？莫非他也是生死簿上之人？是院子里那些人，他们突然疯了似的冲向监正，我等根本来不及阻拦。这是院子里发现的。若想活命，先杀监正。莫非是因为他泄露了天机？看来是里面的人为了活下去的希望，只能铤而走险。太后，这里不安全，还是先回宫吧。他们难道还想杀哀家不成？刘兄，太后，这里交给我。大侄子，你去太医院做好准备。秋叶，跟我走。是。柳川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能耐。哎呀，不用那么紧张，至少现在还有人不想让我死。让开！这个纯属意外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还不想死啊！
安静，都安静！安静，安静！安！想活命的都给我闭嘴！你们就等下好友。那个，我知道大家都很急，但是你们先别急啊！上生死簿确实很倒霉，但是遇见我却是大家的幸运。这个是我给各位家人带来的新产品，它能救你们的命。哎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啊，我声音可太掩饰了。你什么意思啊你啊？你是看不起我们太监吧？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辩论没有答案的问题。说啥呢？听都没听过，别是骗子吧？总之，这个东西可以救你们的命。如果你们配合我的话，很快就能脱离危险。有没有人想要？哎，那边有人举手了，很好，把手放下。哎，那边也是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这边也有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对，刚刚举过手的都可以优先检查，然后用此物取货。没错，刚刚举手的都可以来找我，机不可失哦。咱俩以后去带货吧，肯定很赚钱的。好，你们一个个都排好队，然后我和我的助理都会给大家一一检查。啊，来吧，来吧。好，下一个。来，好。好。皮肤下都有细微的青紫色脉络，与骷髅草中毒的迹象完全吻合。都是骷髅草的症状，他们都是被提前下药的，会相继死亡。这是什么？药效发作的顺序。进展如何？禀报太后，我已经查验过，他们所有人都中了骷髅草的毒，而且下毒者用量相当精准，让中毒者会按照不同程度的毒性陆续死亡。能用毒如此之精准，看来无疑是药神会了。家王怎么这么肯定啊？哦，差点忘了，王爷是最了解药神会的人，我已经让大侄子提前去准备了，等解药批量完成，就能够救他们了。那太好了。我这就去。等等，他留下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你若办砸了，我先杀他这个愿意和你同生共死之人。果然是太后的做事风格。放心吧，快去。但愿哀家没有所托非人。若柳川失败，恐怕世上没有第二人能破此局。哦，你就这么信他？现在你的命可系在他的手中。太后可曾无条件的完全相信过一个人？我这辈子相信过2个人，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男人，一个已经不在了，另一个视我为眼中钉。太后所说的，是先皇和当今圣上吧？
果大家想活下去，就随本官一起服下这个毒药。这次下药的方式非常复杂，肯定是早有预谋。我们现在让他们喝下解药，幕后主使如果想再搞事情，一定会另寻办法。师叔，那个幕后主使究竟是谁？谢谢顾大人，真的有奇效啊！不动，谢谢顾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那边情况如何了？他们全死了。参见太后。免礼。太后，柳川昨日熬了药，命这些人服下。就在当夜，所有人都毒发身亡，分明是他下毒所致。而且柳川昨天还在名单上画了些东西。大人，请看。太后，这顺序分明就是中毒身亡的先后啊！太后，柳川并没有理由毒害宫人。况且下官也在生死簿上服完解药后安然无恙，那是因为他需要您，帮他完成毁灭我大宋的计划。太后，柳川此人应当速速处死。